用伫囡仔用伫学业的到底偌济？当然毋是做比较，是要咱去思考讲世间事若无付出，我拢得到代价。你投资偌济心力入去，就正当得到偌济收获。有时啊投资了，抑阁无一定会当得到收获。何况讲无投资？咱真爱思考，所以条路无了时，六道轮回。伫这六道轮回当中，继续轮回，一再轮回，轮回不息。无了时，无了时，心绪要了时。所以师尊讲啊，人生啊，唔通搁迷落去啊！不要再迷下去了，觉醒起来吧，觉醒吧，好无？师尊讲的好无？但是大家拢应好，先有法来，师尊若咧问个，大家拢好，都好，都输。但是离开去了，师尊若无离遐咧身躯边咧，搁另外一种的作为啊。所以师尊来讲，唔通搁迷落啊，迷就是无清，迷就是继续伫六道轮回，想清楚。想清楚，想清楚，想清楚了，看要安怎做，咱才该决定。并且别人拢袂当干，别人拢袂当干勉强，师尊嘛袂当干勉强。囡仔咱生，囡仔咱饲的，逐项拢用咱的，食咱的，穿咱的，咱讲伊若该接受，你也无法，你嘛袂当甲勉强。真诶哦，何况讲大家拢是来自于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家庭、不同的力量。什么人会当甲什么人勉强？哦，所以其实上天伊毋是袂当显即款做金刚手呢，毋是会当的。但是永天菩萨心着来看，顺顺善意的。但是顺顺善意有教，搁再教，讲搁再讲，咱抑搁是听，作用显露袂出来，真可惜。第二，世间多少迷卖动，有缘心迷茫，深深沉醉风尘梦。哦，暗沉风尘梦，况且已无常，已无常，已无常，已无常。啊，赶紧修行，机会少。第二段转入来，讲咱世间，因为叫咱人生毋通搁迷落啊嘛，但是世间搁迷落，众生呢？可感叹众生美，感叹众生就是这样嘛。所以过去的诸佛菩萨都来世间救人，救到尾啊，讲救行渺渺事，啊救人无功劳，救人足歹救。师尊祖师安尼，时言，啊时不时化身做千百亿来度众生，度袂当。老母娘要叫来讲三地一半，即期的大道满，伊讲公事都无可能。师尊讲啊，老母娘讲安尼，甲你要用起天雷甲你击碎，伊讲嘛无要紧，毋对就是毋对。哦，啊毋正万善菩萨，所有诸天神圣，大家正伫遐讲好啦，大家做伙入来啦。你担啦，啊大家做伙入来啦。啊毋正咱正听咧讲天公不饶一佛祖，西方不饶一菩萨，正有即句话讲出来。啊，一切作为为着啥呢？一切作为拢是为着咱世间这迷卖的众生。那都迷卖，咱像时代囡仔饲着歹听，讲放久在去啊。但是时代讲是安尼讲，佫袂认真咧。若真正佫咧安怎样讲去啦？去甲叫倒来啦，去啦，去遐带倒来啦，可怜啊！哦，甚至为了歹听，讲好啊，真正插伊啊，一个犯罪局袂爱警察局去啦，去遐报倒来啦。希望以后伊较醒好啦，希望以后伊来后悔，会当反悔好啦，无要紧啦。做时代敢是安尼？甚至有诶犯你讲，你跟杀人啊，叫判死刑啊，家伙白白嘛是要请律师来甲报倒来。报倒来要创啥货？报倒来要继续杀人是毋是？毋是，报倒来互讲希望伊会觉醒会好。所以感叹众生美，众生的迷茫，那像寒蝉，那像寒天的蝉啊。袂爱就是袂爱，安怎教都袂爱。啊，若热天的蝉仔咧，寒蝉不鸣冬嘛吼。啊，若热天的蝉仔咧，记着，即拄啊即个时阵，咱讲蝉仔袂听，较无看做按波济啦。哦，山影来来远，行对山影拍去，行对树仔拍去，记着迄个热天无，迄时啊迄按波济记着。啊，若到寒天咧，看有当听遐无。啊，所以。这样讲，这个三太子咱思想怎讲？众生这个迷卖，啊迷卖，敢若像寒天的蝉啊，安怎叫都叫袂安，安怎叫都叫袂醒，
哪像无知无觉的行尸走肉？所以讲来讲，世间多少的买动，犹原心迷茫。心迷去了，前途茫茫。真诶，咱若去市内，咱若讲去一个毋捌去的所在，咧找人头仔要离咱厝要行，行咧拢足湿的呢。行到一个气候拢120度，行到一个气候风向气候湿，迷去了，我对对去了，毋知要对对去啊。当时人把阮袂清楚咧，嘛真正。所以讲，犹原心也佫迷茫，迷嘛伫世间内底，迷失伫世间内底。哦，深深沉醉伫即个红风尘内底，直接做梦。什么时候觉醒？人生如梦，这大家听咧讲。咱伫梦的人生，伫做梦的人生，等甲醒起了，梦中一切拢是假。所以人有咧讲，人生如梦，人生如戏。一句话安尼讲，过去即个什么，即个王安石又做一首诗，这首诗互我大概家己白话讲出来了。哦，人生哪像伫演戏，演戏有一个导演，导演即出戏内底有几个演员，为做好人，为做歹人，为做主角，为做皇帝，有不同的角色。不同的角色在排戏当中在演，你头派我做，你头派我做乞食，较无派我做皇帝。你头无派我做男主角，较派我做歹人。其实要去你演戏的当中，无论你做皇帝，无论你做乞食，无论你做主角，无论你做小丑啊，大家心态拢总相同，无欢喜，嘛无悲哀，嘛无讲我做皇帝我较欢喜，做小丑我较无欢喜，无。为什么？内内外大家拢相同。是伫戏台咧演戏方看讲有遐个角色，但是戏台落幕落来了后呢，人咧讲一个笑话，讲迄特别拢演皇帝，演到尾啊落戏台落了伊啊跋筊，哦，跋筊一个到地啊，跋了一个急时，讲那当做咧演戏，讲内面啊地甲捧来安尼，过来要插伊，哦，安尼思考，人生。伫即个风尘内底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什么时阵要对即个梦中觉醒起来？什么时阵要对即个梦中醒觉起来？先好甲咱讲，咱师尊甲咱讲，恐醒伊无常，恐可怕，恐怖啦吼，恐怕你觉醒起来已经无常地方已经死，无常已经到位啊，已经降临咱的身躯啦，所以作势。师尊听咧甲伊讲，什么时阵会去求上着师尊？拄好家庭袂顺、身躯袂疼的时阵，医生咧无法度通解救的时阵，危险的时阵，你才会去上着师尊。阵上着师尊吼，下底拢足重的，偌重咧，拢爱3300，哦，拢爱3300。3300落会有效，师尊慈悲，真正有缘法来讲好，互咱一个转机有效。有效有效咧，等到病好去了后咧，家境佫顺命咧，一冬两冬过了，伊佫袂真师尊呢。哦，这师尊金口讲的哦，伊讲听多疑着等甲有逆境，等甲有生命危险，无常已经在找着伊，伊才会成着师尊。袂晓地保时啊，就想着，所以恐醒伊无常，恐怕醒起来时，已经无机会啊。所以中国话一句话咧讲，不到黄河心不死。不见棺材不掉泪，这是咱众生的命脉，嘛众生会伫风尘中内底袂晓觉醒的一种悲哀，这真可惜。所以咱大家爱知影，师尊安尼甲咱讲，恐醒伊无常，爱赶紧伫无常还袂到的时阵来觉醒起来。如今孔圣人正讲，时过君主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即句话意思就是讲，极限还袂到的时阵，你要赶紧达；极限还袂到，当作极限已经到。世尊家己弟子讲，你着好好啊想，永困去，明仔载你若爬袂起来，好好想，好好啊思考，好好啊做一个思维，用一个正见的思维去甲想看卖。永困去，明仔载若爬袂起来。迄阵你要安怎？你烦恼的，就讲咱所烦恼的，咱所追求的，咱所好的害，咱念念牵挂遮，你要安怎去甲完？要安怎去甲延续？
这时阵，这世尊咧甲伊弟子讲，修行爱极限还未到，无常还未到，爱赶紧伫即个无常当中还未到的当中去体悟真相，想到吧？啊，赶紧修行，机会少，赶快修行吧。拄好上天拄好有即期的机会，三泽大开普渡，三期末节应允，祖师讲天盘。教师讲天盘，师尊讲道盘，拄好有即个机会，七路已经记势过去，到三不修完，拄好咱进伫火体、殊荣、工商，大家拢会当修。牵车带水，夫妇同修，过去无。即个机会咱若无去顺从，无对着机会，无把握，等到机会后是无。啊，有影呢，有上天拢天上互咱看，为着要证明互咱看，得到得了无反得败，着死去搁身躯如棉，过身去身躯如棉，冬不挺尸，夏不腐臭，就是讲热天袂足紧暖，寒天袂安尼规身躯硬讲。这是照形象互咱看，不得不祖师爷讲道讲天盘，不得不搁显象互咱看。大金庙、小金庙，国内国外一世界行去，头前入庙门入去，就是祖师爷在头前。做生意也好，家庭也好，处处夜夜拢咱看到祖师爷。毋是你其他看卖，咱就是用心去甲去甲体会看卖。上天显象已经伫即个人的作用当中，甲你讲，机会三泽大开普渡三期末节的时阵，真正到，咱爱去体会。你咱真搁毋修，但是你先通修，一直相见一面弄啊。第三。荣华富贵花上路，光阴莫虚度。看图走向修行路，不管风加雨，风加雨，风加雨，风加雨。啊，逆境不克服，学不足，文真浅，义真白，哦，但是义真深。荣华富贵花上路，这大家拢知影，人人上苦，这讲足简单。荣华富贵哪像花上路，就讲哪像花，暗时啊过了花上的迄个路，一枝草一点路。啊，即个花路，即个花上的路，露水，即个路是露水。哦，春花望露，花内底顶悬有露水，露水内底会滋润，啊滋润而且会生机。啊，所以即个路哪像春日头若出来了后，露水呢无一样。啊，意思讲咱世间如同苹花一片，哦，北京话讲做昙花一现，啊做苹花，开过无一样，袂当久留。甲咱讲，荣华富贵就是像安尼，意思是讲刹那间尔。以前迄个景咧甲咱看是刹那间啦，前迄个景为什么用什么话来甲咱讲？这是刹那间，因为天上西方极乐，迄是无限的。世间内底是有限的，世间是短暂的，西方极乐是永恒的。伊用永恒的来看，一个有短暂的，它就是刹那间，是安尼来讲。所以讲花上路，花上路，那像花顶的路，日头出来就无一样。哦，咱的荣华富贵，无常来后就无一样。讲某，哦，这我的囝。这我的厝，这我的轿车，这我的财产，等到你死了，厝3间3个后生，才分一间去足公平。啊，若2间的3个后生分袂平，害后生伫遐相反。啊，现金3000万，挣1000万分分，足公平。过啊，若某咧，系翁咧，过当下那2、3工前，死某安尼讲，看了较真可怜，现在讲要搁娶啦。情何情为何物？钱为何物？无常一个法，化作哪像花上路相共。咱咧牵挂啥货？咱咧烦恼啥货？生命短暂，命慧命永是永久。咱拢用生命来过生命，无用生命来培养慧命。慧命伫生命当中，生命才有作用。但是怎啊用慧命伫生命当中咧过生命，无用慧命伫生命当中来咧培养慧命。咱众生有无痴无？众生有袂歹。哦，这毋是咱讲的，咱讲的无准算。咱的级数无够遐。这拢诸佛菩萨历代来到人间天
伫即个人间世间最悬的地位的人，最高地位的人，摩诃拍这抱落去最尊最贵最第一。道至尊极至贵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天上天下唯道独尊。过去诸佛菩萨讲来，伊拢相共，伊拢相共。但是咱的感受，讲归讲，听归听，讲会简单。所以有时啊，道场咱听咧讲，听咧讲，啊，道场较讲嘛遐，讲书较讲嘛遐，也无啥变化啦，较讲对遐，哦，我是咧想啦，无毋对，讲书较讲对遐啦，哦，逐家就讲想要趁1亿万，逐家就想要趁1亿万啦，较讲对遐啦。啊，若要趁1亿万，趁较高，讲1亿万要趁1亿万，趁较高，爱趁偌高？咱逐个听，师尊听咧问，听咧问人个啦，脾气毛病改偌济个啊？改脾气起毛病有简单无？非常的简单，念过尔。但是改脾气起毛病，拼30年啊，拼了后诶，啊袂吼。敢即句遮简单，你都做袂起，是要搁听偌深诶？是要搁听偌济？听是要修，听是要学呢，听是要做呢。放下两字有简单无？有吼，得讲足简单诶啦吼。我知影啦，放下啦，啊放下偌济啊？放下偌济啊？后天先天啊，甲冲翻着的时阵，放下去袂？啊，到底是要听还是要做？啊，若讲好，讲互咱讲要讲好听，听搁听，听搁听，听也无做咧，听到济嘛是遐代志嘛。听目的是要修嘛，修了就是咱要行嘛。啊，足简单诶嘛，无迄个创啊。但是咱只能干要听尔，讲师干要讲尔，代表咱逐个拢了不足。啊，不足其实内底只互相鼓励，所以毋通讲较听落遐。讲诶意境真，讲诶真简单，讲要做到到真困难做到到。哦，所以永华富桂花上路，光阴莫虚度。叫咱时间，光阴就是时间，时间就是生命，毋通空度过去。毋通空互路流，互渡过去。讲我偌拍拼，我后咧互空渡过去。我一世人，我到世间安尼拼偌忝，做偌忝，公益做偌济，事业拼偌大，我老去空渡过去。师尊咧讲，师尊来讲，光阴无虚度。咱正认伊讲光阴轻像足济。那以前咧甲你，前咧甲暗定啦，伊虚度光阴啦。过当的将士讲台湾上出名啦，仙佛咧甲看啦，用仙佛来甲评虚度光阴啦。讲人伊布施偌济呢，公益做偌济呢，福报尔啦哈。肯定性的啦，福报尔啦。伊做也做无娘母地济了，娘母地见着达摩祖师，达摩甲讲何故光景？啊，所以光阴无虚度。师尊有讲，伫泰国讲，老板比不上什么？徒儿，老板比不上徒儿，他有可能。见着头家大嘛，补喊喊，啊！恁这西洋人看咱也无啥有，看咱也无啥目的，毋捌伊佫兼无卫生，哦，啊，无歹啊，咱讲着行，啊，师尊为什要讲老板比不上徒儿？内底已经嘛思考一下啦，光阴毋通虚度啦，看图走向修行路，毋管风家雨，人生本来风风雨雨。风家雨不管是倒有，啊！你讲修行的当中逆境，风交雨是咧比有逆境，无风无雨是袂足好行的。哦，啊，若有风有雨呢，落天就感觉安尼总难叫啊！啊，若风台天呢，有风佫有雨呢，佫结棍拢爱休困呢。啊，有一寡袂休困一个呢，讲哦，规定拢毋免上班，照常做下去咧上班的呢。他规定免上班，啊，搁咧卡搁去咧上班，连报条倒去无电，啊，袂家己好啦，袂啦吼。啊，遐收去电报条，遐电力公司的人员，敢毋免去收，敢毋免处理嘛？真正有责任的人，风家雨照常咧来呢。迄是无责任无啥要紧的，讲无要紧啦，恁去好啦，迄也无我的代志。所以话道场讲，啊，我无我的代志，恁去好，心态甲转一下吧。转一下信念吧，无代志来遮做护法，无代志来遮做镇殿元帅、镇殿将军，照常记一笔落。啊，毋通讲无我代志啦，今仔要伫我的课，啊，今仔日我也要渡人，
讲师捌咧讲咧，讲咱若无大人就免去，啊若请点老师，若请环境一个请来，听咧讲诸天神圣3000菩萨，化作3000地主，哦，用无风无雨无雷无土无拢斗，啊咱自身毋免来啊咧，咱比谁要较伟大，咱饲了比伊较好，哦，咱攻击比伊较大，奇怪，啊无点到师尊来点落来，你头就去请遐济来，哦，思考一下吧，哦，毋管放假哦，逆境克服，学就做啦。是进去我学着做，回倒转来低头拄好讲过。啊，我报告到遮，啊，咱后壁笑的总是比讲的较好听，咱换来用天空笑的，啊，欢迎咱的神韵合唱团。将声播落去。人世间拢爱人鼓励，鼓励力道较大。
声好听，意境真好，印伫咱的心声内底，咱搁听一遍。